我觉得头壳全不是片白。我是紧张诶，安怎？哦，紧张啥啦？哦，你敢有比迄秀慧姐紧张？哎呦，无共款啊！我等下敢真要唱歌。人敢有讲要甲你唱歌？无嘛，我先紧张起来等啊。伊等下甲我唱歌，我等下若闭车啊，是讲破声啊，是讲安怎？我敢唱会出来，我敢走调，我敢就是。我感觉你想伤多啊！你毋是啊，我等下我著控制我家己的情绪无。你免遐尼紧张，好不好？而且听到朋友想起笑，想记一摆，想点来，想进来，哪些冲上？各位我这紧啊，你这激动啊你哇！啊，你有要解说一下，是安怎你这么激动无？那种朋友啊，你应该看到飘地啊，看到飘地，看到飘地，啊，毋过毋知你为虾米爱遐尼啊紧张啊？飘地就是亮哥要来啊啦，阮心爱的亮哥要来啊啦。你啦，你毋是阮，是你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叫人那边听讲你为就细汉啊，你即嘛，你为就细汉。我2岁开始教。2岁，我讲话。哦，最近，到底我会破音无？听落就知哦。亮哥要来，我等下第一句要甲伊讲啥？亮哥，我爱你。想袂见笑啦，我会歹势啦，我敢是一个遮尔安尼，我是一个做避暑的人咧。你毋是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阮就是来准备哦吼，好，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是的，咱的后边非常的欢喜，起笑，听众朋友啊，起笑啊，紧啦！咱这一季下完讲要甲亮哥唱歌，我甲你讲，我这边真正请到亮哥啊啦！是啦，恭喜你！亮哥有要起笑，我是在出声话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山亮。洪山亮刚需要甲你介绍嘛？我感觉亮哥人嘛，咱演艺界足侪亮哥的呢，要讲我清楚啊。啊，无亮哥，你就当做啊。阮听众当做新人，我来自我介绍嘛。毋是新人，阮有迄0岁到17岁听众啊，无你甲因介绍一下你的尊贵的身份安尼。我变贵的涂骹安尼，这家己自报安尼就歹势啊，对吧？我甲你报，我是大家好啦哈，我是黄山亮哈。啊，这个较有咧看布袋戏的朋友吼，是足早以前可能就知影我的名。对，较后期我就开始发专辑吼，嘛是一寡较听流行歌的朋友，慢慢透过专辑来熟悉我的声安尼吼。最近几年佫慢慢嘛有演戏，也有主持节目吼。所以讲咱最近对为迄个有一个节目叫做咱的城，咱的市，咱台湾的味吼。咱即马开始业配啊，已经用都来业，已经进入主题啊嘛。对。嘛，因为最近就是因为主持节目嘛，所以讲还有一寡甲较早歌手的身份无共款的通告吼，爱走，所以讲今仔日吼来到咱这 Podcast 节目，就无说就叫阮掠着。来请甲大家开讲。听众朋友啊，老师真客气啊，伊个有就是做词做曲，全部拢是。就是伊家己的才华，咱今日讲啥？全方位啊！我今日一直讲全流通，想讲是要流通，紧点。我是使啊！我看到我的偶像，我紧张啦。但是老师拄仔讲到霹雳布袋戏，我就想要代替阮这霹雳讲袂霹雳眉啦吼，霹雳眉来甲你问一个问题，像以早你做事做曲时，阮拢知影讲面顶是写。红山有点亮，尾啊，那想那会改有一点改铁。这个典故应该无什么人知影啦，所以主持的独家戏迷才会问这个问题啦。你唔通甲别人讲，表示讲吼，你是我即摆18岁呢，我拄2岁开始讲，真屁。其实迄当阵是开玩笑的啦。因为我本地就号一个名叫做洪山亮，因为咱我会记伫霹雳的第一首歌叫做《英雄无名》嘛。对。迄阵我就号名叫洪山亮。迄当阵是号迄个名，就是歌已经录好啊。对。人就讲这即马歌要发表啊，你敢有要号什么名？是要用本名？我讲我一寡朋友大家做伙咧做音乐嘛，我恁拢号什么名？无阮就拢
号一个较简单的就好。我讲袂使啊，咱既然要发表啊，对无啊？号一个看遐戏迷，逐个名拢号甲变叫吼，每一个戏迷拢一个名号安尼吼。啊，我嘛来号一个较有画面的。啊，当阵拄好人伫咧山顶食芋圆啊。啊，看来迄月娘较大肯着，啊，我本名有一个亮啊。我就灵机一动，就啊无安尼，我叫黄山亮安尼，安尼有画面无吼？嘿，啊，所以一开始就号即个名。对。啊，到尾就是歌，敢若毋知落到第几首的时阵吼，我咧写词嘛。对。啊，应该是爱你的是我吧？哦，对，爱你的是我。对吧？迄首歌。对，爱你的是我。爱你的是我。好厉害！我咧写迄首歌的时阵，因为我会记迄阵已经要录音嘛。对。但是我词我未写完。嘿。对啊，啊，就敢若佫差2句啊啦，啊，就伫遐，因为哪录哪想讲要写什么词安尼。对。啊，写了我嘛是种欢喜，我就开玩笑伫迄个词曲啊，写一个荒山有点亮，因为这真快要亮不起来啊，一直更要想无要写什么词，你知道？啊，荒山有点亮，我就写伫迄歌词面顶嘛。啊，结果因那录音室的人嘛，毋知影那头壳一空甲迄张传真去瞥着，啊，瞥着嘛是敢若伊嘛敢若感觉趣味啊，就甲我名就起做荒山有点亮。我嘛报出来时，我看到啊，哪会甲我创这个名去？哎呦，阮就是讲，迄是无共的时期，就是讲，创作这种风格时阵是有点亮，啊，咱另外一种就是亮，啊，若有迄特别亮，嘛会使荒山全亮啦，吼，拢是我。我今日为着你电话拢拍光的吼。好，安尼咱进入安尼有清楚啊，有清楚，翕着袂有听着无？咱独家再独家哈，真的密心去啊，密心嘿。好，安尼就进入主题，咱要介绍的是咱的节目。啊，进前第一季啊，咱台湾好味的时阵是敢若献声俩，就是亮哥你配音俩。但是第二季台湾好滋味的时阵，你就已经开始哇造出来安尼。有几集有几集人出现的。其实迄阵是安尼，因为一开始制作人，敢若要做这个节目时，无讲要叫我来做，无讲要叫你。伊是已经开始要做节目啊。对。啊，但是因为这节目是全台语嘛，啊需要一个台语的配音嘛。是。啊，迄阵就想讲，伊就想着我讲啊，敲电话讲，亮哥，你啊，你唱布袋安尼，你台语应该是袂歹哦。我讲迄台语是足深的吼，咱普通时啊开讲是我紧，你若要讲要到配音，要讲一寡专业的吼，可能。我那有难度哦，吼，结果我想讲嘛，咱试看卖嘛袂歹啊，啊，就是开始安尼第一季用配音的方式来做这个节目，是啊，配音的迄当时嘛是有请台语老师来啦，啊，大家讨论安尼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第一季安尼配落来，我嘛是学足侪物件，是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哪配吼，因为咱看画面都会配音嘛。哪配巴肚哪枵，大概就落甲呢，落甲一个咕噜咕噜的声，录音师讲迄什么声，我巴肚咧叫，啊，我嘛是感觉安尼无 feel 咧，我甲迄制作人讲安尼，我感觉看会着食袂着吼，你要讲叫我配音要偌有感情安尼，我无法度放感情了，我一定要食着我才会有感情，对，好啊，所以都是开玩笑安尼讲啦，啊，第二季就讲啊，无好啊，无咱有几集啊吼，你去食，你当来亲亲，对来啊体验一下吼，啊讲啊其实大家拢是开玩笑，因为有一集是要出海嘛，对，啊出海是足辛苦的，伊嘛一半条工啊，条狗要甲我创低啊，带你去出海，因为咱也想讲啊，外景可能是餐厅食好食就转来，无伊咧。早起3-4点啊，就甲我乌起床啊！要出海4点啊，个迄阵个风台的款，飞机讲风台呢，敢若毋知落雨啦，迄讲风影足大哦，天气无好啊！就是第一届出外景，就是安尼讲，要去迄个新竹遐个定制渔场去掠鱼。对，阮敢若4-5点就到港边啊！对，到要出海的时阵，就是算讲，因为因的船已经伫迄个渔场底下咧作业啊，所以阮来坐另外一条船过去接，
哦，过去变做讲因伫遐嘛，阮即条船爱去遐找因就对。哦，结果阮即条船出去的时阵吼，未到遐的时阵，迄个导演啊、制作人啊、摄影师，摄影师啦，吼，化妆师拢倒伫涂骹。亮哥你有倒哦？我无倒，都剩我甲一个摄影师活咧尔。结果阮到对方迄个船面顶就开始录，开始做节目安尼，嘿啊，会足趣味的吼。头一摆就真诶，伊毋知影讲，伊想要甲我创治，结果因家己倒咧，伊毋知影讲我用。想要问讲，就是我看迄有诶集数内底啊，像咱第3季开始，你拢有唱歌。有诶，就是有分迄口琴，像讲每一集若就弹吉他，拢是有甲迄集有关联。想要问讲，就是节目内底出现诶歌啊，是迄客话家己想诶啊，是讲亮哥你？大部分拢是客话想诶啦，拢是客话想诶，嘿啊，因譬如讲想一个。唱一条歌，但是我嘛无一定照原曲落去唱，我可能有几条啊，我嘛是会留我改编一下，因为要符合迄集的气氛嘛，所以讲咱无一定讲逐条歌拢是照原版落去唱，有当时有一寡即兴的发挥啦，口琴什么会我就知咧，若有感觉feel 袂歹，咱就留啊。嘛爱你叫我听种名有恁期待者，等下阮买吼亮哥发挥者。好，过来就是即马节目已经到第3季啊，想要请问亮哥讲做美食的节目，就是难免就是体重爱小控制啊。请问你是安怎维持安尼？我哪咧维持？我嘛放好去，放好去，放好去，身材个较好。无，我旧年迄个节目录了吼，一开始看袂出来，慢慢就开始，我拖重5公斤，我拢瘦袂转来。听起来袂真济啊，小看尔啦。对一个歌手来讲是最上重的呢。5公斤上重要。对一个歌手来讲是已经用要迄个。对啦，因为咱就是摄影的时阵会放大。对啊，因为咱定，比如讲要演唱、要表演嘛，足侪表演的衫拢差不多袂清哩啊。对呢。系啊，好爽的。所以讲，这个嘛是。节目录了嘛是爱等于运动啊，等于嘛是爱运动啦，嘛是所以家己爱食啦，嘛是爱家己爱食靠运动安尼，袂当全部食了呢。对啊，因为一开始吼头前几集吼，我拢做认真食，我食了过来前我搁食了啊。结果我毋知影讲一工爱食遐济顿，到第6顿我就要吐出来，我讲袂使。所以不然拢是到尾拢食一喙，嘿，因为咱食一喙，因为有迄种好料，咱共食了，迄摄影师大家拢甲我请啊，团队嘛要食就对啊。你看就说大类，你讲食了，大家想要食啥？我见我当食亮哥的取暖。袂啦，无因为阮若建去一寡餐厅，遐头家拢做者种，拢穿足大道，规道安尼。系啊。阮就规个团队，大家拢有通食，安尼真好。敢有拄着迄毋敢食诶？系啊。介成无呢，逐间我拢最好食诶，系啊。你怎甲我饲啦？我就是歹饲啦。无紧，我毋敢食，我就食亮哥诶水暖。有亮哥诶水暖，啥物都会当食。我较少讲物件毋敢食，是讲爱食。爱食无爱食安尼尔，有诶物件会较爱食，我拢愿意饲。好啦，我毋敢食韭菜，亮哥若要甲我饲，我就算要吐嘛，甲吞落，好不好？韭菜好食啦，后悔的准备在韭菜水饺，我什么韭菜啦、盐水啦，什么有诶无诶，逐项我嘛食。真诶哦，因为我毋敢食韭菜，更毋敢食肥肉。啊，我迄肥肉我嘛最爱食，我就无咧拣诶。安尼真好啊，果然适合做美食节目。到尾就是像讲，譬如讲我拄则讲有一工可能6、7顿安尼吼，咱就是开始慢慢少量多餐。颠倒会瘦呢。颠倒有瘦。你就讲，譬如讲我对透早开始食，去对菜市开始食，只食2喙，遐食2喙，就搁爱赶后一点嘛。所以你拢永远拢无食足饱诶嘛。就是你虽然规工拢咧食，但是拢少量多餐。了解。嘿啊。
啊，想要问讲就是亮哥，你家己嘛有开店嘛？啊，你做这部的时阵，敢会想讲，去看到人的餐厅，敢会想到讲家己的餐厅有需要什么学习的所在，还是讲无用想迄？无，因为我做餐厅我就认真做诶，我嘛是对菜单开始设计，每一出菜要哪做，我家己拢亲身来研究。所以讲，因为嘛是一半受到这部影响，因为咱去做这所在吼，看到这。大细餐厅啊，有伫市仔内面也好，有大餐厅也好，逐间的头家拢是足认真的啊，拢安尼足侪对细节开始不厌其烦安尼吼，直做，有诶做到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佫是逐工一直做落去啊。所以讲，有当做食这物件是真正足大学问的，简单的一碗汤人爱控偌久，对吧？所以咱有去看到人喺后壁认真的遐个精神，所以讲咱倒来家己做产品的时嘛是鼓励家己讲，唔卖凊彩拉就没有人食，你要用心，你要用心认真做，就一点点无共款哦，人客拢食会出来。阮亮哥捧出来青我嘛食。我等下捧迄青猪吧，到韭菜吼，你给它加落，加进去会使啦。安尼就是这个节目爱全台湾走透透，想要请问讲，就是伫咧现场的工作人员差不多有几个人安尼？阮大概平均每一集啦吼，前后差不多拢4-5工至少的时间落去拍哦。所以讲有诶迄个有诶所在，我人还未到位，因诶导演啊、制作单位啊、摄影师因就已经伫遐2-3工啊。所以讲譬如讲我来遮2工，但是头前3工因就已经来，因迄足侪遐做菜遐足细节的物件有无？一个慢动作，翕了大家看这部翕了足水遐镜头，因拢翕足久的呢。所以讲当然有诶过程我都无伫遐啦。我就是负责讲我到位介绍遮在料理上面会，但是前后我做侪工课爱做，所以讲平均每一集差不多拢至少4-5工以上。佫做侪团队的哦，因为阮有几啊组嘛，比如讲这组伫遮拍这集，另外一组伫别位都已经咧进行啊。赶时间安尼。对，所以讲阮的工作人员吼，加班啦，你若要要食饭。因为我像我对来讲有几啊组嘛，那几啊组我会记4-5个导演以上嘛。所以讲大概若要有我会记一开始要做这部时有招一遍食饭，伫我的餐厅都坐满啊，客满啊，差不多90个人安尼。迄阵我毋是讲所有的人来哦，迄阵就是譬如讲客户甲导演来，代表安尼。所以讲40-50人有啦，这规个团队啦。哇！听众朋友，恁可能毋知影，进前要约亮哥来阵伊无闲，阮佮甲因讲，无要紧，阮使去伫餐厅斗3工，洗碗 QQ 了，等下才来录音。只要伊愿意，我拢会使。没啦，有闲就有闲啊，袂假无闲啊。阮知影你做无闲。对，为着这部要宣传，咱嘛是要有闲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若是有第4季啊，你敢会想要做啥物其他的变化？譬如讲替节目号名，还是讲做歌啊、创啥？这我是还袂想嘞，因为即马这部装咧播嘛，对，嘛足侪人因为看这部关系我反应真好呢，我嘛加足侪迄个观众诶，有迄个一寡迄个无熟悉诶人走来餐厅甲我讲，因为看你的节目我食出这物件对5公斤啊！伊讲哇，你遮少年啊好命啊，四过台湾好食，你拢通啊食，逐集看你咧食，看甲大家拢流喙烂对啊，所以讲，你若讲要有第4季吼，其实咱第3季安尼来吼，台湾也足侪所在也无去，也无到位咧，对啊，你敢若台湾每一个乡镇你要走啊，每一个特色的要介绍到头吼，我看爱做咧6季吧，6季无问题，我想10季哦，10季啊，当然这个若讲要做新的一季，应该是爱甲制作人导演再个讨论，我再甲制作人讨论者。好的想法，你拄则讲你想好啊？无我想好就是我要去迄个团队，我就知哦。我想讲你有新的节目的，你有新的，你要替阮号一个名是安怎？喙烂我知。
等下会再食。听众朋友，阮遮无任何亮歌曲就伤害哦，你毋通误会哦。我坐足远诶。安尼想要请问亮哥，因为你看唱歌、演戏、开餐厅，啊，你嘛有之前嘛有主持过行脚的节目，啊，以后刚个想要试什么款的工课？其实安尼就无用啊吧。我嘛是爱找时间等于我本业啊，写歌做音乐啊。对当然，我感觉讲你若有无共款的人生的经验吼，对写歌这件代志嘛是一个帮助啦。所以讲我感觉这主持也好啦，演戏也好哈，拢是对我的养分啦。系啊，所以讲，当然音乐咱是主体。我感觉听亮哥的声，听到耳仔拢有心起来，所以我感觉也在。我感觉亮哥也在做 podcast， 做 podcast， 嘛真适合，嘛真适合吧？podcast 变哪做？你就逐工像安尼，到安尼60分钟啊。有 podcast 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敢若出声。我就暗时啊困，听听啊，就松一下困去。已经有真侪买种咧等啊！就是你嘛袂歹咧吼。对啊，咱就譬如讲，咱逐工讲一条故事啊，譬如讲，你看咱等下要讲的迄个爱你的是我，咱小可讲一下，讲迄当阵安怎有无？逐工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无你看荒山有点亮，这个代志嘛，使摕出来讲。爱你的是我。对啊。漂亮的。即摆袂使唱，即摆袂使唱，等下。这是等下，我已经跳一段时光对。安尼加掉。无要紧啦，我加咧，我无加。啊，想要问讲，你讲过来要做歌啊，就讲到这个是爱讲到阮的本业，总是听众朋友啊，阮恢复阮教育频道的身份。就是亮哥，你敢知影讲，即摆就是台文字啊，教育部有推一个推荐的台文字，就是台文正字。啊，过来你使用就是做新歌的时阵，有考虑讲就是歌词改做台文正字。有哦，因为即摆我有发现讲，愈来愈侪人咧写歌的时阵，去用台文字啦，尤其是这教育部建议遐字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嘛是定定会去注意啦。啊，但是有当时啊嘛是。因为惯势吼，你写有等下足紧的写了，等于我跟你先写，我改，即摆就是变做讲，即摆就变做讲，大家开始是惊讲，爱去找第二个老师来对一个，看这个词是不是教育部推荐来用？还是讲会当换什么？因为当然，我来，因为有的字吼，因为咱咧讲字啦，吼，就是。形音义嘛，你的形，你的发音，你的意思，好，上好是讲看到字，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念，啊，甚至知影伊的意思，对，安尼是上原本的啦。啊，但是因为有一寡台文字吼，可能看到你袂晓念，啊嘛毋知啥物意思，啊，所以即个部分变做讲，大家啊个大家咧学台语的人啊个有真侪爱学的啊，尤其是咱爱时间来甲推广啊，咱也袂关系嘛，但是我感觉这是对的，咱是看台语台节目，大家看台语台啊，看遐字幕吼，慢慢啊，甲这物件学起来安尼。对，因为之前嘛有人建议讲，就是咱台湾的味啊，伊讲就是听你讲诶。迄台语做水开的，啊嘛想要哪学台文字，所以阮之前有甲因建议讲，就是一撮华语，一撮台文，但是这就是迄个加制作费啊。听众朋友，恁较忍耐者吼，先看阮亮哥缘投内面，看伊食物件，好不好？安尼就已经袂甲变贵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，因为大家就是，当然大家拢有兴趣，但是。变做讲，这个推广吼，可能爱看什么，但看咱的台语台应该是学袂少啦。真的，哦，我做欢喜的呢哦。好啦，佮小等者哦。嘿，你要讲个重点嘛？好，你讲，记得。就是8月开始，台语台有新的霹雳剑，还是霹雳剑宗？对，霹雳剑宗。哦，还是霹雳剑宗。对。就是内底歌拄好是亮歌唱的，买水的人，那会喊你拄好啦哦。对，而且即届哦，听众朋友，即届是特别的是黄文迪老师配音的哦，因为进前就是因为阮版权买上来了，有的就是譬如讲，就爱个顶配，查甫的配查甫的，查甫的配查甫的，都无用原声，但是即回就是。即届就是用原版的。对，原版的，就用咱八音载主以原声出现安尼。啊，讲到原声出现。现场敢有机会听到亮哥原声，原唱啊，好啊！哦，买水的人，这毋知，长的代志呢，长的代志，毋
知几年去啊，10年。无啦，昨个代志尔，你伫我心内就是甲昨打出来那感觉。哇，迄条歌真久无唱。买水的人，大嘴吞落伤心的思念，搬开的心花，换来苦苦的酒杯。爱情无奈拆散，你是风中的空声。错爱的人，痴心妄想拍袂醒的梦。当初讲的话，敢有偷偷地反悔？行要出个皮，伤心的泪，搁你一杯。喂，拢捌你啦，我还要对咧安尼，我手激动啊！哦，足久无唱啊！我要起笑，久无唱，我会紧张咧。真好听呢！我咧讲，阮的布袋戏歌都好听的呢。甲当落了。讲到布袋戏歌，拄则有讲到迄我爱你的西瓜呀，爱你的西瓜。对，我的梦想，拄则跟阮拄则有讲，就是我要甲你合唱一个，敢会使？真的吗？好啊，我要唱，咱唱歌就是副歌呀，对，副歌唱了就好啊。好，第一趴唱了就好啊。啊，你的去伫倒位？你唱啊？好，我来啊，直接来啊，嘿。好。昏暗的灯火照阮稀微的青春，窗我毋将阮的雨一阵又一阵。孤单的月亮陪伴流浪的形影，今夜的雨声亲像思念你的歌。飘浪的你啊，敢有想起我？思念是无奈的海花，不管风雨潇潇无情，阮犹原坚信。你的形影在阮梦中愈来愈握紧，不愿予命运来拖我，爱你的是我。你甲我，总有一日做阵行。是哦，我要死啊！我即摆会使死去啊！有练过。听众朋友啊，后边今日就活到遮，以后咱袂个见面会。人咱毋知你写做啥物款，你就毋爱。还有一条呢，这条是要听亮哥唱。够一条。对啊，就拄歌啦。拄则我爱你再回啊，咱拄则有讲着啊。哦。对啊，小可唱一下就好啊。听众朋友就是戏迷安尼，甲你小可甲你怀念一下就好啊。莫互因听伤济啦，我家己已经会当死去啊。副歌啦吼。好。我头撇袂过，异乡的无情的风，愈冷山愈强愈吹。我的情，我的恨，有啥人会当为阮来体会？遥远的梦依然对话，再会，再会。我爱你不悔，我爱你再会。好，我无都拍拍你看老板油啦，敬业的话，听众朋友我已经你讲，笑感动。人迄无，你莫，人迄无看过布袋戏的。毋知你是咧靠安怎？我咧靠迄内底剧情啊，因为咱我唱布袋戏的歌吼，对，啊，足侪戏迷因为剧情足精彩，对，啊，对即个内面的足侪角色吼，大家拢足有感情，有一个投射的作用，啊，所以讲一个投射，咱就变唱着什么歌，人就想着遐个角色、遐个画面、遐个剧情。我拄要彩排时阵，佮想佮要求亮哥讲，敢会使唱一条
最后要求是要求，因为迄是我上介迄个角色。无要紧啦，我已经拄则已经会当死去啊！即摆啥物拢会使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即摆我刚上好无时间啊！亮哥，你即摆想要讲啥拢会使啊！我已经会当死去啊！所以我拢无要紧啦。没啦，因为我要讲就是讲咱的公司台语台吼，对真正是一个袂歹的即个电视台。对，因为台语台的即个关系吼，足侪台语的节目吼，足多元的台语的节目会当伫即个电视台吼出现。好，包括咱台湾的味，好，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好，伫咱公司台语台要播出。14频道啦。嘿，每礼拜5暗时10点，伫华视的频道。对。亮哥都要讲到餐厅要介绍一下。有啊，餐厅的地址啊，甲讲出来，讲上一个啊。餐厅有做哈辣兄弟啦。对。是做这个美式、末式的这料理，对，伫咧台北市的延吉街，大家若有兴趣再来 Google 一下。去现场敢会当看到亮哥？有当时会啊，我当时伫遐，嘿啊，我带人就要过啊。我等下无去上班哦。对得起。可是阵啊吼，咱的公司台语台嘛有一出这个大戏，叫做《牛车来去》。对我嘛有参与哦，大家密切注意一下哦。期待一下哦，除了有亮哥，还有杨子怡哦。杨子怡，嘿，我好朋友。对，好啊。好，我今日当死去啊。安尼好，今日咱节目好啊。差不多嘛哈。收尾节来，好来收尾。好来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酒门来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好，会使，这个声会使。OK，我会随时调整啦。好，但是我一调整就无得你看你的面。我紧。但是我想要看伊的面。喂，我咧叫坐啦。喂，莫卡腿。你毋好翕着阮两个啊，阮两个是无露脸的哦，你要较注意。你行伊倒啊，行会反射，你你行用肉搜的对。我讲，迄英雄讲，迄个亵渎亮哥，迄个是像有露脸的，伊就唔敢有白讲；没有露脸，都有白讲。对。思念是无奈的海花。唔管风。你不要抢拍啊！你看你啦，我是铁粉。我会紧张啊，紧张甲你无练习，算无准啊。你无练习，想要去唱，你无练习擦啥啦？有唱就好啊，奇怪诶。好啦嘛，算是一个难得的经验啦。袂歹，唱袂歹，爱豆唱歌，唱袂歹。听众朋友啊，这是欧贝的最后一集吧，大家再会。欧贝讲好无？会继续做呢。欧贝要死啊，拜拜。欧贝讲，好啊 ，NG 无啊，听众朋友，我就是个这样，伊就是想要甲我吐槽讲我唱歹的代志是啥？我嘛唔知。好啦，就是安尼，大家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